感谢上帝你的祝福，互阮过去一礼拜，虽然有全世界流行病的影响，但是阮的兄弟姊妹拢平安顺遂。当阮看见到遮尔严重的流行病伫阮的身边来造成威胁，嘛带来惊吓的时，阮只有专心来倚靠主，恳求上帝你圣神亲自做工，互阮拢会当得到清气甲帮助。当阮软弱、无力，嘛毋知影要怎样的时，阮将遮个事来摆咧伫上帝你的手中，也恳求主你带领引带。所以，阮伫祈祷的中间，也只有通过主祷文来成做阮的祈祷，也求上帝你亲自来赐福。阮伫祈祷的时，阮安尼讲：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。是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咱伫顶礼拜通过山上的宝训，会当清楚知影一个重点，就是耶稣的教导，毋望学生通爱有好的行为。所以，问道好的行为要摕来赞美上帝，来归荣光伫上帝。换一句话讲，伫顶礼拜咱通过马太福音书第5章第1节到12节的经文，咱看见着耶稣伊咧教导门徒爱活出基督徒的样式，也就是要来要求门徒因爱证明。因家己是属基督的人。今仔日咱犹原照着普世的经课表，咱要做伙向全世界的教会做伙来看第5章13节到第20节的经文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着会当分做2个部分。拄则咱的执事谢艾伦执事来带咱共读下遮的经文中间，咱会当看见着对13节到第16节，以及对17节到第20节的2部分内底。大先咱看见着耶稣伊毋望学生着爱做光做盐，另外一部分伊来要求学生着爱伫律法的遵守的基本态度中间，爱有一定的标准。所以咱大先会当先看13节到16节的时，咱看见着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看见着光甲盐的教导。我想咱在座真侪姊妹，嘛真侪会晓料理的兄弟，拢足清楚知影讲盐有真侪功能。特别耶稣伫遮来表示讲，盐若失去伊的滋味，即个盐就是诚做无路用的物件。咱通常知影讲盐会当来防止一个物件的腐败，所以若通过安尼的教导甲信息内底，咱会当清楚知影讲，门徒若假使讲伊是盐，那安尼因伫人群的中间，就爱有好的模范。进一步来讲，若假使讲门徒的行为是无连接伫信仰的时，这一切拢无有意义。可见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耶稣伊毋望讲咱的存在是会当有意义，伫即个社会，伫即个世界会当成做一个帮助。所以通过安尼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今仔日耶稣
伊咧教导伊的学生，嘛是望讲伊的学生伫将来进入到伫人群、进入到伫世界的时，会当做光做盐来归荣光伫上帝。所以同款的意思，当要做光的即个教导的时，咱嘛会当看见着讲，光是要吸引人，会当群活，会当接近。所以门徒一个真要紧的特征，就是伫即个世上，因要来成做是会当互人看会到的一个团体。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对13节到16节的即个信息，咱会当清楚看见着讲，耶稣伊清楚互学生知，因将来就爱入世。所以伫基督教的信仰中间，咱会当通过马太福音书耶稣对门徒的即个训练指导的时，通清楚知，咱的信仰是一个入世的信仰。当咱入世伫正人的中间，咱就爱做光做盐。所以，若安尼来看咱台湾基督教教会的信仰个别，咧看教会的宣教的一个观念的时，咱看见着咱的总会嘛一直咧期待讲，教会伫地方就爱成做是一个望望的记号，就是爱互人看会到，透过安尼来成做一个见证。第二部分，咱看见着17节到第20节，也就是咧讲律法的即个部分内底。我想伫马太福音书耶稣的教导内底嘛，足清楚，互咱看见着讲，当伊咧讲新的诫命，伊咧甲咱讲咱着爱尽心尽性尽意听上帝。第二，若三亲像是讲，着爱听厝边亲像家己。但是伫后续，耶稣来甲咱提供一个真要紧的信息，因为伫遮耶稣甲咱讲，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，拢是对遮来，拢是共款对着一个核心的重点出来，就是对听来开始。所以伫耶稣伊的教导内底，伊将旧约的10条诫，伊来转变成做是2个诫命。也就是拄则咱讲的，听上帝，听人。所以今仔日耶稣伫遮，就是咧提醒因的学生，当恁伫入世的即个生活，或者是讲伫恁军队活的时，圣经伫遮咧讨论即个律法，就是关系着遵守的态度。耶稣互学生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标准，也就是第20节。伊讲，说出恁的义，无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，决断袂得入天国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足清楚互咱知，耶稣爱门徒一定爱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。但是咱倒来到伫马太福音书的耶稣来看。耶稣咧甲法利赛人之间迄个咱讲对话，也是讲迄个关系的中间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伫马太福音书的耶稣足清楚，互咱知法利赛人是假好的人。所谓的假好，伫中文的圣经叫做虚伪、假冒为善即款的形象，意思就是即群法利赛人甲经学士。因有可能读册读真多，但是要爱因有好的行为去表现出来，伫因的日常生活，迄是真恶的一项事。所以今仔日耶稣伫遮清楚嘛来唤起伫当时的初代教会，当恁咧面对着律法耶稣的教导的时，爱足清楚知，毋是接受伫教义甲传统。是爱去关心咱的信仰，敢会当有和人类的生存有关系。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对13节到20节，耶稣伊主要的一寡想法，
希望伊的学生会当保存，嘛会当伫即中间来传承。所以做一个门徒，因信仰的准证甲行为的典范，因就是爱用耶稣做标准。所以对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基督的信仰本身是要爱行入到伫人群的内底。因为伫马太福音书28章最后，咱所谓迄个大使命，就是耶稣爱伊的学生去带人来信上帝，然后伫迄中间来甲因行洗礼，然后教导因所有耶稣一切的命令。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耶稣伫遮来医治门徒军队伊的时，当因入世了后，又愿爱保存对耶稣所领受迄个感动，或者是讲迄个应允所得到的满足。换一句话讲，来用现代少年人的解说，就是门徒入去到伫人群的中间，进入到伫世界的时，对着迄个信仰，对着军队耶稣迄个呼召，迄个保存，迄个新鲜尚未期，一定爱维持起来。所以伫即中间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就近耶稣的人，耶稣伫马太福音书足清楚，互咱知，就近我的人会当互恁得到安息。但是这段经文的解说内底，耶稣都有甲咱提醒哦，恁着爱学我，学我安那呢？学我的心柔谦卑，因为安尼会当互恁得到安息。意思就是讲，今仔日做一个耶稣的门徒，当你入去到伫世间，入去到伫世界的时，你爱真做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基督的军队者。毋是照伫世间的教条传统伫遐来受着束缚。我想耶稣伫遮的教导，互咱看起着一个信仰的活泼，嘛看起着一个军队耶稣迄款真有活力信仰的一个目标。但是进入到伫今仔日的经文本身的时阵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耶稣对门徒的教导。就是望因的行为会当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会当有好的行为来见证因悔改军队耶稣以后新的生活，就是做光做盐，会当有好的行为来进入到伫天国。若是安尼的时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讲到行为，讲到行为。咱一定会想到有关实践。那安尼，咱要看起着讲，怎样伫日常生活的中间，甲耶稣的教导表现出来。因为咱会当看起着讲，伫整个的信仰中间，门徒有搁较要紧的使命，是爱去带人来信上帝，接受洗礼，然后伫即中间来学习耶稣的命令。所以我感觉讲真趣味的是，转来到伫圣经的内底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门徒毋是教条，毋是传统，毋是一款教义迄款的军队者。门徒因的存在是对着耶稣迄款生活的继承啊。所以，如果咱若转来到伫约翰福音书来做对照的时阵，耶稣咧呼召伊的学生，是叫这个学生来甲伊做伙大，来真做是一个生活的继承者。所以伫即中间，就会关联着人甲人之间的经验。所以门徒会当将上帝迄款饶恕、迄款安慰、迄款互人有生命的信仰来呈现互世间人看，因为咱有责任爱向世界来宣告，天父上帝就是听、公义甲自由。伫准备今仔日个讲道片中间，有机会互我重新倒转来读史克果的册。
因为我感觉齐克果这位牧师实在是我真欣赏的一位牧师，因为伊所讲的，虽然针对伫当时丹麦的这个国家的教会，但是提倒来到伫目前台湾教会的处境来看，嘛是有类似的信息存在。伫齐克果的这个哲学家内底，伊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《颂赞者》或者是继承者。可能安尼讲，大家会想讲牧师你是毋是感冒破病，所以讲话无清楚？好，我想用上简单的来解释，我们是不是耶稣的粉丝啊？你是耶稣的粉丝，还是耶稣的跟随者？我想伫齐克果这篇文章内底，互咱有足大的反省。伊怎样来形容什么叫做颂赞者？颂赞者的意思就是粉丝啊。什么叫做粉丝？大家知啦吼，就是咱亲像看到偶像，咱伫边仔甲画休。甲画动算，甲画加油，甲画我爱你这种的这。但是咱会当看见着讲，这款的人徛伫边仔，甲这个对象是无关系，所以伊徛伫一个第三者的立场、第三者的立场，伊咧看耶稣是一个真主观这款的态度。但是继承者都无共款。继承者所表示的是一个有关系，所以咱来用较清楚的解释，就是颂赞者是不需要被要求的。所以你也看做一个粉丝，你都唔免去互要求，你足主动，你就对裤底啊，甲你的钱认出来，去买伊的周边商品。我会记得我较早足爱刘德华，我到即摆嘛足爱刘德华。所以伊若有出 CD 出唱片，无论如何，所费零用钱无够，拢爱想办法去借钱来去甲买卡带。因为安那，伊的畅销若有达到排行榜的前几名，伊会当讲叫做亚洲天王。这就是一个做粉丝一款心情。但是咱面对到伫信仰的中间的是无共款。因为做一个继承者是爱伫要求的中间，爱两边随时用行动来去做回应。所以齐克果伫遮，互咱去思考，伊讲到底我们是颂赞者还是继承者？这是一个真有意思的一个问题。换一句话讲，耶稣的生活若是真理的时阵。耶稣的生活若是真理的时阵，所有对伊的赞美、讹乐，拢有可能拢是虚假。容阮我再讲一遍。那假使讲耶稣的生活是真理，那安尼所有粉丝对耶稣的颂赞都是虚假的，因为粉丝通常是不理性、盲目的。但是，当来到伫继承者的身份来看的时阵，军对耶稣的人，那假使讲只有颂赞而没有继承，安尼这款的人的生活、性命是非常的虚假。到后来会互真理来淘汰掉。所以，当来到伫圣经来看的时阵，咱会发现到为什么今仔日耶稣伫20节咧教学生讲，恁的义无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，决断袂得入天国。意思就是经学士甲法利赛人，因就是敢若讲的尔嘛。但是实际上爱用行为来去表现出。
拄则陈副技术咧，甲咱带信息528首，等下咱要所念的信息的事。其实我拄则伫后壁有一个真大的感想。当然，这无伫今仔日咱的主题内底，但是有缘互咱会当重新去想。哥林多前书13章迄个疼，是一个行动的疼。那假使讲这个行动无疼的时阵，伊只不过亲像拉卜安尼那尔，是一个吵闹，或者是一个无意义的声音。同款的意思，今仔日咱做一个耶稣的军队者，那假使讲咱无好的行为，那安尼咱要怎样来归荣光伫上帝？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对台湾的基督徒来讲，有啥物款的意义？伫台湾的社会，咱敢有看到基督徒好的行为？我感觉这是咱来做伙来认真、和努力、反省的代志。伫早前，基督信仰伫台湾所留下真水的基础，就是伫病院，也是伫学校，这个事业的单位，会当看见到教会伫台湾的社会有奉献和付出。我想，若讲起到长老教会，若顶摆我出去演讲的时阵，人若共问讲，你对长老教会有什么想法、看法？我得到的拢是3种答案。第一种叫做恁敢若会晓讲台语啊。第二种，恁拢是行街头的。第三，拢讲咱长老教会是台独。所以，若近摆出去演讲，咧介绍长老教会，就爱重新甲遮的少年家，包括一寡社会的朋友，互因知影讲，长老教会并毋是干那安尼那尔。就若亲像咱的长老教会伫现在，会当看见着讲，当台湾发生有天灾地变，也是日本拄着311海啸，包括中国政治犯流亡走来台湾，长老教会用着人道主义这款的态度，伫21世纪的社会悠然来遵守耶稣的教导。教会要成做是一个望的记号，教会要成做是一个光甲盐的时阵，教会就需要将上帝的疼、公义、自由、安慰来传予每一个人，互所有人会当经历着上帝的疼甲恩典，来归荣光伫上帝。但是同款的意思，今仔日若如果甲圣经特别伫16节，互因看见着恁的好所行，来归荣光，互恁伫天灵的爸，即句经节来改一字，改倒一字呢？甲改做讲，互因看见着咱的好所行，来归荣光伫咱伫天灵的爸的时。那安尼，咱来问咱家己，这个问题直接。互咱来思考，咱敢有顺服伫上帝的话语中间？听讲，昨暝已经世界的 WHO 有互武汉肺炎已经有一个正式的名称，但是迄个名称伤长，我着分段去甲记啊，因为我感觉武汉肺炎较好记。但是，咱倒来到伫咱家己的社会来看，伫即处有真侪人性的讨论，包括最近嘛，足侪基督徒上社会新闻，咱看见着有演艺人员为着喙阿嬷的出口，伫遐来
表达伊的意见。咱看见着政治人物，嘛有人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互确诊的乘客坐飞机返来伫台湾，而且这个政治人物伫去年倒去到伫十字教会，甲十字教会牧师讲，基督徒爱支持基督徒，因为伊伫当时暗算要选立法委员。这个代志，咱看见着讲，当因互检讨的时阵，因拢摕圣经的话语来做自我的解说，所以社会都有足侪讨论，特别伫网络的中间，人就安尼甲咱教会口说，甲台湾的基督徒口说，讲拖垮防疫救灾的是台湾的基督徒嘛？我想咱听起着这款的口说，大家一定有真艰苦，因为咱伫台湾的社会做一个基督徒，伫台湾的处境拄着困难的时，咱的行为、咱的言论，无法度归因讲伫上帝。但是我想，咱也毋通伤理智，因为伫这段时间，咱的总会，包括真侪教会，嘛做伙咧响应我 OK， 你先领的这个运动。意思就是，咱毋免为着喙阿嬷，为着酒精，伫遐安尼哦。有真侪对社会、国家，包括对着上帝，侪的complain。我想这个运动不只要艺术，嘛是互咱重新倒转来去想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应该是社会的垫脚石，而不是社会的绊脚石。咱求上帝来请做咱的帮衬。我想伫顶礼拜听起着阮细汉一个真好的共乡的朋友，伊安尼来表示讲，伊讲伊抱着一个真简单的心情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去排队，想讲厝里有老人，所以暗算要去买喙阿嬷。所以伫排队的中间，因为拢是社区，所以伫排队的时，伊就甲遮的社区的长辈伫遐咧挨杀住，甚至甲遮的老人讲，如果你若排无，我的喙阿嬷互你就会使。所以伫即中间，看起着讲，长辈顺序买着，然后我即个细汉甲我做伙大汉的朋友。嘛是一个牧师囝，伊顺序来买着喙阿嬷，但是伊安尼甲我分享讲，当伊甲喙阿嬷早登去到伫因的厝，伫路途经过管理室的时，因为管理员伫前无偌久白内障开刀，所以有一寡并发症，所以规定爱挂喙阿嬷才会当做复健，所以即个朋友伊就甲伊的喙阿嬷来分享。来，互即个管理员会当免费，互伊，然后祝伊身体健康。伊伫伊的网络顶面安尼写讲，反正厝里还阁有够，反正我暂时阁有够夹，但是若会当换一份，互人得到祝福的一个机会，来诚做人的帮衬的时阵，为什么我无要安尼做？这是一个牧师囝，阮细汉做伙大汉的一个好朋友。会当看起着讲，虽然伫咱的社会中间游玩有侪基督徒互咱看起着真艰苦，但是嘛有侪水的信仰来诚做咱的见证。咱求主
来成做咱的帮助，互咱拢会当有好的行为来归荣光伫上帝。二十世的生活实在上有真侪影响咱的价值观，来扭曲对信仰的认捌甲了解。但是，当咱亲像等下咱结束的时要念的圣诗，特别伫这个时刻，牧师真望大家，亲像圣诗所讲的，恳求主引带我脚步，互阮会当言行谦卑细正，每工遵守上帝的旨意。求主来帮助咱，伫这个社会做工做盐，等咱亲像社会讲的，千年暗示，一灯即灭。愿主祝福，三个来祈祷。伊要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互阮军队耶稣，互阮会当实际通过行动来表现阮对耶稣伫遐学习到的一切。愿主你引带阮伫这个社会，会当继续为主做见证，互阮时时刻刻会当用好的行为来表现对上帝遐来得到的稳定甲疼痛，嘛，互阮会当用好行为来表示阮对上帝的荣光所来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